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中泰安派出所的迎花季，明仔载要正式开始咯。去年来创下着单日4万人参观的纪录，但是警方接到不少游客来反映，讲用 Google 导航要去泰安派出所，会建议人走永兴路。但是安尼会经过一条200公尺长的大街，而且是连续来转弯。当地人讲，这个所在是怕死人街，这车驶起来是真危险。 台中泰安派出所烟花季要开始啊，但是这无好找，外地游客不少人习惯用 Google 导航找路。泰安派出所导航建议行永兴路到泰安派出所，咱行看卖。我们照着 Google 建议的路线呢，要走永兴路往泰安派出所，会经过一条大约有200公尺的连续弯路，而且它的陡坡的陡度呢，大概会有45度这么陡。车向前可以非常行，刷来就是连续大弯路。 那是行，搁弯来弯去，行完一抓就要绕庆光。你说很陡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台中那边过来是下坡，很陡啊，不错啦，蛮刺激的，可以去走一趟。这段下坡有一个趣味的名，叫做怕死人街。以前上面都是那个坟墓要出殡的话，爬过那个山头，所以就叫做那个死人街。游客来觉得那边足惊，甲怕死我连干嘛不过来爬这个街，所以也有人称它是怕死人街。 行永兴路，拢会经过这个所在，毋是路真行，阁会连续弯路，连接这绕过路，阁真细条，改行3方路，刷来安美路，比较平稳好行。建议游客来泰安派出所，毋通相信 Google 导航，或者是会记你更新地图的资料，才会当撇开永兴路的怕死人街。